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8月23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静老师因为今天是周末胡适这个没有什么太多消息，只剩下胡聊胡一静老师。最近这个胡适走得非常牛是个指数牛市很显然胡一静老师应该是赚了不少钱。为什么呢？因为今天胡一静老师连发了2篇关于乌克兰、关于俄罗斯的这个评论。按照咱们的这个观点和那个规律胡一静老师如果他是赚了钱，那么这产生的人性光辉就暗淡一点；胡一静老师如果是赔了钱，那么他的人性的光辉就产生的多一点。通过他这2篇评论就发现胡一静老师基本上没了人性，那就说明他赚的还不少。我们看看他这2篇评论是怎么说的。他是先发了一个关于对泽连斯基的评价，他在这个评论里面说泽连斯基有胆量，战争爆发时拒绝了英国时任首相约翰逊的流亡邀请，留在了乌克兰，并在西方支持下动员起了抵抗运动，是条汉子。胡一静老师终于一改他的这个最开始的嘴脸。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刚开始的时候胡一静老师首先是不相信俄罗斯会侵略乌克兰，每天坚持辟谣。那个时候我记得是拜登吧，还有美国吧，会经常说这个俄罗斯马上要对乌克兰发动袭击。然后这个正能量对吧博主，还有这个头部黄俄以胡一静老师为代表的，还有加特老师他们每天都在嘲笑拜登还说美国的这个情报不过如此。那意思就是俄爹不可能侵略乌克兰，他们被事实打脸。当然无所谓但因为他们经常被打脸。后来呢，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刚开始的时候，泽连斯基是坚持每天拍视频，然后这些正能量的焦点就是说泽连斯基早就逃亡了，他拍的视频是假的，是早就拍好的，大家恐怕还都记得那这个时候胡一静老师突然佩服起泽连斯基，说他是条汉子。这到底是胡一静老师这个逐步的对事实真相一个了解，一个纠错的过程，还是说他一开始就知道，只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因为他是个宣传员，把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是他的工作。把一件事情按照需要去传播，也是他的工作。所以大家也分不清他到底是判断不了，还是按照需要去说。他下面说他说同时必须说他是一个战略上的蠢材，北约东扩一路击鼓传花的危险游戏，最后被他抱在了怀里。在他的领导下，乌克兰丢了20%的领土，至少几十万，有说上百万军人阵亡。而乌克兰的这场浩劫本来有可能避免。有人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泽连斯基有什么办法？他是带领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英雄。如果只做价值判断，封泽连斯基为英雄绝对没问题。但是领导人的首要任务是带领国家和人民趋利避害，这也是地缘政治的基本目标。即使俄罗斯是祸水他把俄爹这个祸水2个字打了个引号那意思就是俄爹不是祸水。但是他退一步，假设俄爹是祸水，泽连斯基作为乌克兰总统也不能往自己国家和人民的头上迎，但他的行动分明是逞能式的。我不带乌克兰人民下地狱，难道要欧洲其他国家的人民下地狱吗？胡一静老师还举例子他说看看人家波罗的海3国在苏联解体之后占尽了便宜，还有与俄罗斯关系微妙的阿塞拜疆为摆脱俄罗斯的影响步步为营，而且最终从俄罗斯支持的亚美尼亚手中成功收复了纳卡地区，怎么就乌克兰成了北约东扩的祭旗冤大头？他这个非常长咱们一段一段的评述一下。胡一静老师关于泽连斯基的这个职责认为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首先对吧要带领国家趋利避害，对吧？他这个论调说不好听一点的，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这种观点。这个我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开始，我每天都做1期，有的时候做2期节目。我所有的节目都在，我自己没有上过任何一个节目，对吧？所以大家可以往前翻，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前1个星期，至少4、5天吧，最少我都是跟胡一静这个观点是一样的，就是我认为泽连斯基对吧？你是演员当了总统，你是什么老师当了总统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当了总统，你就应该对吧？把乌克兰这个远离战火，甚至我认为乌克兰应该学新加坡，对吧？在东西方之间，它也是游刃有余，两边都不得罪，两边讨好。作为一个小国是一个务实的选择。那么乌克兰对吧？在北约或者在美西方和俄罗斯之间，也要学这个新加坡这是我当时的一个观点你看，实际上跟胡一静的这观点是一致的。我想那个时候有很多人恐怕跟我们的观点都一样。为什么会有这种观点？是因为就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时候我们绝大部分人对乌克兰根本就不了解。那个对乌克兰的了解仅限于第一个，乌克兰有大肥猪，叫乌克兰大肥猪第二个，好像听说乌克兰有美女。第三个，如果再
再了解多一点的啊，那就是咱们的很多对吧军工技术啊，跟乌克兰有关，大概其就了解这些。也就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对乌克兰就没有什么了解啊，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矛盾咱更不知道。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我马上就发现这个乌克兰根本就学不了新加坡。胡锡进老师啊，把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说成是乌克兰的问题，也就是说啊，泽连斯基如果通过努力是可以避免这场战争，这个结论是站不住脚的。第一个，为了避免遭到俄罗斯的打击啊，遭到俄罗斯的侵略，泽连斯基实际上是做了很多工作的，对吧？他甚至亲自跟这个普京啊联系，对吧？就是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前，他做过各种努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泽连斯基上台之前，俄罗斯在2014年已经把克里米亚给占领，这个账胡锡进老师要把它算到泽连斯基头上，这个不合适。第二个，明斯克协议，对吧？跟泽连斯基也没关系。普京啊，在占领了克里米亚以后啊，他得寸进尺，继续在乌东地区，也就是卢甘斯克、顿涅茨克这两个俄罗斯族人比较多的地方，在那儿搞事，支持当地的俄罗斯反抗力量，也就是那个他们在那儿搞独立。那作为乌克兰，那肯定不容许啊，所以当地是不是爆发这个乌克兰政府军和那个叫反抗武装之间的这个冲突？那个老黄俄啊，斯特列科夫还当过顿涅茨克伪国防部长，这些都是在泽连斯基上台之前，胡锡进老师把这些啊都归到泽连斯基头上。从这个俄罗斯他这个历史来看啊，对吧？他发动了对外战争，阿富汗，还有什么格鲁吉亚，对吧？打击匈牙利等等，俄罗斯人对领土的扩张毫不掩饰。胡锡进老师啊选择了无视，把这一切责任怪到泽连斯基头上，那意思就是泽连斯基你没有跪下。事实上呢，泽连斯基是跪下也没用，占领克里米亚在先，然后呢，普京是最低的目标是要搞一个大陆桥，也就是说俄罗斯本土和克里米亚之间的联系啊，仅仅靠克里米亚大桥不够的，不够安全，所以他要搞个大陆桥。大陆桥就是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赫尔松，他要全部占领，这就是他的目的，这是他的最低目标。对普京来说，剩下的只是借口而已，找个什么样的借口动手？至于什么北约东扩，那都是借口。芬兰、瑞典加入北约，那怎么俄罗斯不去揍他呢？面对一个流氓、一个强盗，胡锡进老师不去质问强盗为什么要抢人东西，反过来质问这些被抢的人，你怎么不反省一下？你被抢了，你看他阿塞拜疆，对吧？波罗的海三国怎么没有被抢啊？偏偏乌克兰被人抢。战争的刚开始几天啊，我以为普京啊就像某个国家对越战争一样啊，叫教训越南小霸，就是闪电战啊，不是以侵占人家领土为目标，只是这个发动一个闪击战，就是给对方一个震慑，完了就撤军了。结果事实不是这样。后来我也分析了一下啊，一般的像这种闪电战教训一个国家，就是教训手下的小弟不听话的，不是以领土为目的的，仅仅是要打击他一下。一般的先警告再警告，对吧？然后说我要揍你了，我什么时候要揍你？他不停的说，然后突然哪天出手了。俄罗斯不是的，对吧？俄罗斯他一直是什么？他暗中积蓄力量要侵略人家，但是表面上装作不是，他不承认。这种是为了达到这个出其不意的这种攻城略地的这种效果，事先坚决不承认，事后找出一堆理由，对吧？又是什么去纳粹化，又是什么北约东扩，对吧？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为了掩盖他对领土的这种扩张的野心。这个胡锡进老师后面又说啊，说尤其是战争打了这么久，乌克兰损失如此惨烈，泽连斯基带领乌克兰奔向的那个目标，也就是加入北约，完全成了泡影。俄罗斯对和平开出的条件中，乌克兰不得加入北约与领土问题并列并重。特朗普团队早已公开接受俄罗斯的这个条件，宣布北约向乌克兰关闭大门。现在乌克兰退而求其次，要求欧洲国家以非北约的名义在战后向乌克兰派驻维和部队，但即使这样，俄罗斯也坚决反对。乌克兰不顾一切要加入北约，是俄乌关系彻底破裂并引发战争的直接原因。如今北约离得越来越远，对乌克兰来说，战争的意义何在？难道只是为了展现反抗入侵的英勇吗？真的是为西方自由世界而战吗？就是胡锡进老师再一次质问这个受害者，你为什么挨揍？难道仅仅想显示你抗揍吗？首先说这个关于加入北约这个事啊，这个俄罗斯用自己的行动证明，所有这些挨着他的国家都应该加入北约，不加入北约就要挨揍啊！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个事情，结果就是这么个结果。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
瑞典、芬兰这两个中立了多少年的国家呀？中立了100年了吧？着急忙慌的，立马啊，二话不说就加入北约，而且迅速通过。就大家也记得啊，瑞典、芬兰这国家不加入北约，保持中立，这个在他们国家是有民意基础的。也就是如果不是紧急状态下，芬兰想加入北约，他国内还不一定同意，就一定要记住这个，他国内还有很多反对的声音。瑞典也一样。那我们好好的中立，好好的几十年了，你有病啊，非要加入北约？那为什么这两个国家突然就加入北约了呢？而且国内没有什么反对，就是因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大家都看明白了，对吧？现实教育了。现在乌克兰后悔是什么呢？就是没能成功加入北约。如果加入了北约，他就不至于挨揍。所以胡锡进老师啊，对吧？你还得问问你俄爹干了啥？为什么他周边这个国家着急忙慌都要加入北约？你俄爹不仅对这个前苏联的这个国家形成这个威胁，对吧？就是给你这个亲爹造成的损失也非常大呀。难道都忘了吗？你亲爹是要加入北约是吗？对吧？那时候还没有北约呢，你亲爹想加入也加入不了啊，对吧？请问俄罗斯从大国这儿掠夺走了那么多土地，是什么理由呢？难道也是你亲爹为了西方自由世界而战吗？何况啊，泽连斯基上台以后啊，他并没有直接要加入北约，对吧？这些泽连斯基上台以后他的态度，对吧？这都可以去查的。胡锡进老师这么说，无非就是想把战争啊爆发的责任嫁祸到泽连斯基头上，嫁祸到一个受害者头上。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谁让泽连斯基不听话？你为什么不能像卢卡申科那样听话，对吧？不听话就挨揍。然后胡锡进老师说啊，他说泽连斯基与欧洲国家打得火热，但他总体上失去了美国的信任，在走向和平的路上，他同时受到美俄压力。这胡锡进老师这个纯粹就是颠倒黑白了啊！泽连斯基怎么就失去了美国的信任呢？对吧？你可以说泽连斯基失去了特朗普的信任，失去了特朗普这个小团体或者特朗普这个精英阶层的信任，这个勉强能说得过去啊。但是你要说啊，泽连斯基失去了美国的信任，这个是胡锡进老师这个老毛病啊，他就是某一个人代表某一个国家，对吧？某一个小团体代表某一个国家，这是他的这个病根啊，这是他的惯性思维。特朗普啊和他的小集团能够代表美国，这个也说得过去啊，但是他也只有4年，对吧？即便是现在美国的民意，那也是要支持乌克兰的。欧洲自己在安全上都离不开美国。泽连斯基一方面求着美国，一方面却把自己搞成了特朗普团队最讨厌的欧洲国家领导人。这个胡锡进老师的潜台词还是泽连斯基不听话，对吧？你要听特朗普的话投降，这事就没了。他不仅失去了在西方与俄罗斯之间左右逢源的位置，铸成大错，又在西方内部尿错了壶，越走越极端，也越走越窄。老胡敢肯定，乌克兰历史对泽连斯基的评价将非常复杂，甚至是会分裂的。他领导国家做了抵抗，但因他战略误判，没能帮助国家避免这场其他东欧国家都避免了的战争。无论未来的人们在道德上怎样评价他，但他肯定会是地缘政治史的反面教材。他在战略上蠢的会让未来很多历史学家不敢相信。表面上看啊，胡锡进老师给泽连斯基平反，说泽连斯基是英雄，最后实际上非常恶毒的给这个泽连斯基下定论，盖棺定论呢。首先一个啊，对泽连斯基的评价应该是乌克兰人，而不是胡锡进老师。胡锡进老师严格意义上没有这个资格，对吧？去评论泽连斯基啊，或者这么说吧，评论泽连斯基的资格是有，但是你对泽连斯基的任何评论没有价值，对吧？你也影响黄俄自嗨，对吧？你这种评论只会让别人啊看到这个大国啊这个网上的一种声音，那是与文明背道而驰，对吧？只认强权，谁权得硬谁就是爹，弱者要向强者跪拜，自动接受强者的安排，不就这意思吗？对吧？你乌克兰那么弱小，你挨着俄罗斯，那你就得给俄罗斯跪着，这归根结底就这么一个道理啊。这就是胡锡进老师要表达的。谁让你挨着俄罗斯呢？你挨着俄罗斯，那你就得给他跪着听话，这都是命。如果哪一天你挨打了，你只能怪自己命不好，对吧？你得从自身找原因，你是不是不听话了？在丛林社会啊，那这一套是管用的，但现在是文明社会啊，世界上有60多个国家在支持乌克兰的反抗，除了朝鲜啊，没有一个国家公开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对吧？即便有支持啊，那都是偷偷摸摸的，绝不承认。胡锡进老师为什么不解释一下这个现象呢？而那些支持乌克兰的人，对吧？哪怕是送了1架无人机的，都大张旗鼓的在那儿宣传啊。即便有的国家没有给乌克兰捐赠什么东西、什么物资，但是人家也对吧，大声的疾呼啊，支持乌克兰，并不担心因为支持乌克兰而怕得罪了俄罗斯。就是这个现象啊，要这些头部黄俄应该多去了解了解，对吧？应该解释一下这个现象。如果说你解释不了，那你就从这个大国的这个历史中啊，这个叫什么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把这个话呢再去研究什么叫多助，什么叫寡助。为什么道公开支持俄罗斯，给俄罗斯援助武器的有几个国家，给乌克兰援助武器的有多少国家，给俄罗斯援助
助人道主义这个物资的有几个国家，给乌克兰援助人道主义物资的又有多少国家，那就更多了啊。然后更离奇的是，胡锡进老师在第2篇评论里面彻底的泯灭了他的人性。如果第一个评论啊，他苛求泽连斯基啊，你作为总统，你没能把乌克兰避免战火，这个某种程度上啊，这个还能说得过去，因为谁让你当这总统呢？你既然当了这总统，你就是有这个义务，对吧？你就应该避免乌克兰陷入战争，不管你采取什么手段，这个你从某种角度上说啊，能说得过去。但是后面啊，这第2篇评论呢，就是彻底的啊，惨层的人性都没有了。胡锡进老师说啊，一些国人把乌克兰战争描述成大国抗日战争，这是对大国伟大抗日战争的侮辱。在当前复杂地缘政治形势下做这一怪异的类比，搞道德绑架，也是对大国国家利益的严重误读和挖墙脚，这是有毒的叙事。泽连斯基近日对大国公然做严重的失礼表态，更验证了他与大国国家利益的距离，别跟他搞一伙去。胡锡进老师还说啊，每个人对俄乌战争做价值判断没问题，喜欢泽连斯基也没问题，但请别把大国扯进去。美国、欧洲都极力想用他们的道德叙事绑架我们，让我们围着他们的战略就范，别无意中帮他们的忙。大国面临美国的巨大战略压力，我们处在当今世界最大的地缘政治漩涡中，没有之一。我们得瞪大眼睛，非常清醒。大国要捍卫的是10几亿人民的发展权利，而美国想要阻止我们发展，不允许我们的力量有一天超过它。请看清大国的国家利益在哪里，自觉于西方叙事保持距离，更不要帮他们叙事做原创发挥，送给他们乌克兰抗俄相当于大国抗日的惊喜。这个一大段话啊，实际上翻译一下，就是因为大国受到了美国的压力，跟美国要竞争，因为我们受到压力，所以我们就不能分黑白分对错，我们只能分立场，对我们有利的我们就支持，对我们没有利的我们就反对，或者对美国有利的我们就反对，因为我们之间要竞争。所以说，如果是一个流氓支持你，那我们也支持流氓；是个强盗支持你，我们也支持强盗。就是胡锡进老师就是赤裸裸这种观点啊，就是立场，什么对错啊，什么公平，什么道义，那个都扔一边。关键胡锡进老师这种观点很有市场，我看有很多黄俄啊，动不动在我那个视频下留言，满满的一种这个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我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是被俄爹打出来的吗？俄爹棍棒底下出孝子啊！俄爹侵略走了大量的领土之后留下的这个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有这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动不动就宏大叙事教训你，对吧？国家利益优先。我倒是觉得啊，跟美国之间的这种竞争啊，这个本身也是文明的一种体现，对吧？无论是贸易战还是互相制约，我觉得这个只要双方啊按照规则行事，规则本来就是社会文明的一个，就是双方按规则来。按规则什么意思啊？就不要打仗，对吧？咱们划出道道出来，按照这个道道走，这个道道也是双方认可的。实际上这就是竞争啊，对吧？跟美国竞争，这个实际上对人类都有好处，你追我赶，对吧？这个科技啊、技术啊，它就进步得更快，它造福于民嘛。所以在规则下竞争没毛病啊，所以这个不需要去这个掩盖，也不需要去做其他的判断。但是你仅仅因为双方竞争，所以只要对我有利的，咱们就要支持，不管这个人是强盗还是干啥，这叫不择手段。你用这种手段啊，在竞争中取得胜利，这个不仅不光荣啊，反而是一种耻辱，这个也走不长，根基不稳了。胡锡进啊，他把乌克兰战争和抗日战争这种类比啊，驳斥为对大国国家利益的误读和挖墙脚。他这不仅是逻辑偏颇啊，还带有明显的这个政治倾向，试图以国家利益为名压制多元声音，对吧？将乌克兰战争与抗日战争啊类比，胡锡进老师简单的定性为侮辱。实际上这种类比的核心逻辑是什么？都是为弱势一方对抗强权呢侵略的历史叙述。抗日战争是大国人民反抗日本军国主义或者叫帝国主义侵略的这个正义斗争，而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反抗同样是乌克兰人民捍卫国家主权、抵御外来侵略的战争，这个没有什么区别。这个不是简简单单的啊，这个历史细节的这个相似或者是吻合，而是对国家主权和自决权的、对领土完整的一种共鸣，对吧？这种类比不是什么道德绑架，而是基于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反抗侵略、维护和平的，对吧？这种自然叙事，不是什么美西方叙事，对吧？胡锡进老师把这个扣上一个美西方叙事、有毒叙事，完了之后你正好你跟美西方竞争，所以说啊，这就是我们的敌人，你这就是在罔
顾国家利益。这胡锦老师就是叫扰乱视线呢，颠倒黑白，侵略就是侵略。胡锦老师拿着国家利益这个大棒子啊，随便敲。胡锦老师把这个复杂的地缘政治啊，这种对吧，竞争中有互相牵制、互相这是促进、互相制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吧？把这种复杂的地缘政治，它简化为大国和美国这种二元对立。他看不出啊，在这种竞争中啊，是互相既有竞争又有合作。而且胡锦老师啊，他也忽视了大国啊，对吧？你作为第二个经济体啊，第二大的经济，作为安理会的成员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这种独立性。什么叫独立啊？就独立不以别人为参照物，就不是说你说对我就得说错，你说错我就说对，或者你说对我也说对，你说错我也跟着后面说错，这都不叫独立。独立是基于自己的判断，你说对我也可能说对，但是我也可能说错，这叫独立，对吧？大国啊，作为负责任大国，在国际问题上他有义务秉持公正，也就是保持独立性，而非一味以反美为核心标准来判断。你要用反美这个标准，那你就失去了独立性，也就是美国说对你就必须说错，美国说错你就必须说对。这个在网上很多这个8到15岁的网友啊，都是这种特点。有很多啊，虽然人已经在国外，对吧？还有很多人翻墙出去的，脑子没带出去；还有很多人虽然到了国外，但是他脑子没在国外，肉体出去了，都是这个特征，就是为了反什么而反什么，就失去了独立性。就是我们，对吧？我们尽量让自己要独立。什么叫独立啊？独立不是说啊，央视说啥都是错的，你这个就不独立了，那你就跟央视反着来，那你呀，实际上也是丧失了独立性，对吧？央视说屎不能吃，那你就说屎能吃，发的吃给别人看，是不是这个逻辑啊？哪天人日说啊，不要从对吧高楼上往下跳，跳下来会死人的，你就不信，对吧？你就反着来，我就要跳给你看看。这个我看网上很多啊，这个虽然人在国外的都是这个毛病，为了反而反，这是一种病态啊。实际上跟胡锦老师是一样的，胡锦老师和加州老师就是对吧反美嘛，就是为了反而反。当然了，胡锦老师和这个加州老师他们不一定是真的反美啊，这个咱得说清楚。这胡锦老师最后他也说啊，老胡本人为俄乌战争非常惋惜，他们本是一家人，同文同种，又在同一个国家里生活了几百年，西方搞乱了他们认知，把他们原本与西方的对立搞成了他们之间的大打出手。老胡同情乌克兰人，把历史性同情与现实苦难同情叠加在一起，更会多一分唏嘘。胡锦老师啊，这句话把它翻译一下，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其可恨之处，就这意思啊。什么同文同种？那欧洲那么多国家，对吧，都是同文同种，那是不是他们要合并啊？同一个国家生活了几百年，那为什么对吧？上个世纪90年代苏联分裂，他们要独立呢？这都是美西方搞的。苏联解体，美西方根本就没防备，都吓坏了。从苏联解体，对吧？成立一个乌克兰这个国家，难道不是乌克兰人民自己的选择吗？俄罗斯也同意啊。这个是西方搞乱他们认知。这个胡锦老师在讲这的时候，他忘了啊，这个苏联沙俄他们的历史，对吧？他们对乌克兰人做了些什么？一个同文同种，本是一家人，就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个合法化，对吧？找到了借口。在这个胡锦老师的脑海里面啊，这要是本是一家人，那你就得听我的，你怎么还听别人的呢？别人跟你又不同文同种，所以你不听我的就得挨揍。这个你看胡锦老师绕来绕去啊，对这个日本侵华呀，这在不停的为日本找借口。日本当年侵华的时候不就这个借口吗？对吧？咱们是一家人呐，大东亚共荣圈呐，对吧？咱们为什么要跟白人，对吧？你们怎么能跟白人混呢？这些西方国家欺负你们还不够吗？咱们本是一家人呐，你看看咱们穿的衣服都一样，对吧？咱都喝茶，都拿筷子。所以归根结底啊，胡锦老师就是埋怨呢，指责泽连斯基没有学汪精卫。最后胡锦老师就说啊，让我们所有国人，包括乌粉、俄粉，相互尊重，并且围绕国家利益保持大的团结。国家利益就是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全体老百姓的利益。这胡锦老师这个话非常有诱惑性啊，就是迷惑性。他用祭出这个国家利益这个大旗的时候，你不好反驳，没办法反驳。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应该团结在道义，对吧？团结在这个价值观，而不是团结在某一个利益。胡锦老师又忘了啊，他自己经常宣传的没有永久的利益，对吧？既然没有永久的利益，你怎么能团结在利益之下呢？所以说啊，这就是做宣传工作的人的悲哀的地方，他不能自圆其说，他经常左右上耳光，不管什么利益，对吧？国家利益还是个人利益，什么这个利益那个利益，没有永恒的利益嘛，就是利益是会变的。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